各位朋友，而家咧3代宅同4代宅嘅交替時間競爭真係非常之大，就好似我後邊呢個海柏公園城邦，啱開盤嗰陣時15000-16000嘅單價，而家11000蚊都有找。咁簡單講下呢個地段啦，呢度就位於東區嘅中心生活核心片區，出門咧就有我哋嘅叉橋食街啦、曼谷 V Park、曼谷廣場、博愛醫院啦。公園咧，我哋就有金鐘湖公園同埋明樹園樹木園公園啦。咁商場咧就距離我哋嘅利和廣場都係5分鐘車程，同埋咧我哋呢度出去就係博愛路，接上坦洲快線都只需要3分鐘就可以上到啦。咁呢個項目咧其實唔屬於非常之大規模嘅一個項目，係屬於小型項目。總共咧只有17畝地，17畝嘅佔地，但係佢可以做到有6棟，其中咧1棟係商業體，有3棟咧就係別墅產品，另外2棟就係高層嘅產品，但係佢高層嘅產品咧都只有係22層1棟嘅。而且佢仲係2梯3戶嘅，佢嘅密度咧就非常之低啦。咁小區園林咧，其實就我哋而家可以所見即可感受到嘅一個小區環境。雖然唔算話好大，但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啊嘛。咁我哋呢度咧，其實有個特點係非常之好嘅，佢嘅車位配比率非常之高，係1比1.45嘅。好多樓盤、好多發展商都係做唔到嘅。咁而家我哋賣緊嘅咧係2棟嘅呢個產品，佢係2梯3戶，2梯3戶嘅，105方同埋122方2個面積段。咁佢整體嘅使用率咧係可以達到130個百分比嘅使用率，係可以對比我哋而家嘅4代宅，所以我哋稱之為現時嘅3代新規產品。咁佢究竟呢個戶型點樣呢？而家我哋上去睇下。嗱，咁我哋先過嚟睇下105方呢個積嘅。咁入嚟呢度呢，就係一個電梯廳噶啦，出門就係電梯啦，可以講叫做專梯專戶，而且呢個空間呢，都可以俾你使用嘅。咁再入嚟呢，我哋就睇下入邊嘅格局啦。呢個位置呢，就係餐廳位嚟嘅，而家呢個呢，係樣板間，咁佢可能經過一定嘅改造，唔緊要，嗰啲係俾我哋一個參考嘅啫。咁入門左手邊呢，就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咁呢個係一個長廚房嘅設計，出去呢，仲會有個生活陽台。其實生活陽台係非常之好用嘅，佢平時呢，可以我哋擺下洗衣機啦、地拖啦、掃把啦等等嘅一啲家庭閒雜嘢。咁呢個客廳呢，而家我哋就改造成將個陽台推咗出去，做咗個全落地嘅玻璃窗。咁呢度呢，我哋可以望到嘅呢個山呢，就係五桂山山脈啦。咁平時坐喺呢度飲下茶、嘆下咖啡，同埋睇下書係非常之舒適嘅。咁呢度房間嘅係一個飛機戶型嘅設計。咁右邊呢，就係有3個房間嘅，我哋可以睇下呢啲格局。咁而家樣板間呢，就將呢個房呢就拆咗啦，做咗餐廳。咁我哋呢邊呢，嗰個房間呢，係一個結構連板，係全面積贈送嘅一個房間。空間尺度咁都唔錯嘅。再出翻嚟呢，就係呢個3段式嘅公用衛生間啦。咁因為呢個係3房嘅戶型，咁家庭成員會比較多，我覺得3段式嘅衛生間係非常之啱用嘅。咁再過嚟呢邊呢，就係一個亦都可以睇到五桂山山脈嘅一個房間啦。咁其實我哋呢個戶型呢，係有2間房可以直接睇到五桂山山脈嘅。重點，我哋過嚟睇下主人房。呢個主人房真係正啊！加埋呢個全落地嘅玻璃窗，每日起身第一時間打開玻璃窗，吸收下呢個五桂山帶俾我哋嘅精華同埋養分，非常之舒適啊！飲咖啡都冇咁精神，真係㗎。咁整體呢套嘅面積呢，105方。實用空間可以去到135個平方。咁下邊我哋再過去睇下122方嘅戶型產品。我哋過嚟睇一個寶藏嘅視野。
嗱，呢邊睇出去咧就可以望到我哋成個東區啦，利和同埋金子山、五桂山各種各樣嘅視野都盡收眼底啊！咁同樣我哋而家睇緊嘅呢個123方嘅單位，同樣亦都係叫做專梯專戶。呢個電梯廳就比啱先105方嘅電梯廳更加闊落啦。咁呢隻戶型咧，亦都對比105方，亦都有比較大嘅差別。入嚟呢個房間係結構連板，全面積贈送㗎嚇。呢度大概有10個平方，比較闊落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啦。咁廚房咧係一個 L 型嘅設計，咁中意煮飯嘅女士咧就非常之 nice。好啦，重點睇下呢個6米闊落嘅大客廳點樣，夠唔夠正，夠唔夠靚仔，同埋呢個大嘅落地玻璃窗。平時喺呢度嘆茶、飲 coffee、睇下書同埋做下健身運動，非常之舒服啊！成個森林氧吧就喺你前邊，你認為呢種係一個咩感覺呢？咁呢邊呢就整體有4個房間啊，呢度房間開咗窗呢，亦都可以同客廳呢度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通風感。咁房間呢整體都係四正正、中規中矩㗎啦，尺度感亦都係 OK 㗎啦。主人房呢就空間感會更加闊落啦，因為123個平方啊嘛。嗱，呢度亦都做咗全落地嘅大玻璃窗，咁所以其實佢呢個小區咧，佢整體嘅設計商嘅理念都非常之好嘅嚇，品質咧亦都 OK 嘅。雖然樓盤會相對細一啲，如果呢個衣帽間咧即係平時衫褲鞋襪包包比較多嘅女士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友好嘅啦。咁佢而家整體賣緊嘅就係啱先睇咗嘅105方同埋而家呢個123方嘅單位啦。咁而家仲有51尾嘅折扣優惠嘅產品可以落手嘅。咁最尾嘅時間咧係到本個月嘅10號，即係母親節嗰日啦。咁可以帶全屋28件嘅家私電器，有毛坯，有裝修揀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詳情，可以點個關注，點個 like， 私信我發俾你。